你以為餵狗狗食生肉好自然好健康？啱一半，錯一半。所謂 BARF 生食法咧，係模仿狼嘅飲食，生肉、生骨、內臟、少量菜。支持者話牙齒乾淨、精神好、雞狗味，但係獸醫警告小心三大陷阱。第一，細菌污染。咁市面係生肉狗糧好多啦，含有沙門氏菌啊、大腸桿菌啊，狗唔出事咧，嗰人可能中招啦。第二，營養唔平衡，自己整固BARF配方，如果佢計好嘅磷比例，好易搞到骨骼發育問題或者係腎負擔。第三，啃骨風險，真骨硬咬崩牙，熟骨脆會穿腸。牙好計，命短計。生食唔等於錯啦，但要做得啱先至對狗狗真係好，唔係拎塊生嘅扒就叫 natural。科學衛生先係關鍵。